各位兄弟平安，真欢喜哈！透早日头安尼真炎，但是真走得还蛮舒服的哈。因过中秋啊，所以会慢慢啊，渐渐会慢慢啊，愈来愈冷，所以今日的天气足好势。咱今日有圣礼典，所以今日咱唱的诗歌，拢有甲圣礼典有关的哈。好，这是咱来吟诗学乐，咱来看圣诗281首。若是会当的，咱会当摕咱头前的圣诗开始看。281首，上帝只是临在，预备来。上帝只是临在，大家当心敬拜，地主面前恳心呼声，上帝的心。咱来看第二首142首，142首。这首诗歌咱较无会唱，所以咱只是请咱的司琴为咱来弹一遍吼。咱个听咱的圣诗起来看142首。来，给那几个手脚微微压缩的下，我泪把泪，别无息无息不起，要顾心过。头一再咱搁唱一届哦，预备来。给那个手脚微微压缩的下，我的伴侣，为无息无息不起，要顾心过。咱应该给是上祈求，好多小夜最边流。
三站，预备来。万国万民齐齐归去，救国救主恩惠，万国都有当先主下，当下保佑一多重要。真好听的一首诗歌，接着咱来看361首，361首。求圣神感动阮谦卑，这首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3节。这首是圣餐咧用的诗歌，由圣神降临来感动阮，感动咱的心，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咱谦卑来领受伊所设立的圣餐，互咱有份甲伊同坐倒。来，有信心感动阮谦卑，奉主名建立教会，今后不能撒浪足迹，万靠神的当主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梦里撒古今都归，一早是无主的事多，风气多，生命最多，当相属万民的上帝，当代表光辉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教会有真话坚固。第3节，从大地生活甲人家，拢变做你的家心，因帮赞愿心甲分享，变主最真实好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心好赛心谦虚。接着咱来看398首，这是祝福的诗歌，咱唱1节就好。我求主耶稣基督，天边恩典出名，地被上帝救赎大好，叫咱亲主家庭，叫咱亲主家庭。今日吟诗学录到这，今日有圣礼典，咱嘛有兄弟要受洗，嘛有要告信用告白，所以咱真欢喜会当因参加甲咱做阵，甲主享受同齐道吼，来领受圣餐。
请大家闭办心来敬拜上帝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乌罗摇花，囡仔伫我内面的，也着乌罗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乌罗摇花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。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。伊用逐款好面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勇壮。摇花行公义，为着一切受冤屈的人伸冤。摇花有怜悯，有稳定，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做伙来吟圣诗，乌罗咱的主，圣诗281首。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
请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主上帝，阮来感谢你，因为阮看见你久长的爱的疼，一直伫阮中间，无离开阮。教会内面亲像一个大家庭，伫基督内面，大家成做体体，拄着欢喜的代志，做伙欢喜；拄着艰苦的代志，同齐艰苦。同一个家庭内面，也会拄着纷争。阮伫遮也要学习怎样来听无共款的声音。无论拄着怎样的处境，主啊，阮相信你的安慰、你的疼、你的祝福，一直伫阮的中间，一直甲阮同在，一直带领阮向前来行。主啊，伫即个充满变化的社会，对教会未来也充满挑战。但是阮犹原相信，阮伫即个所在要看见的是人甲人关系真正的和好，真正有平安。阮会做毋对代志，阮无完全，阮的信心是无够硬，但是阮愿意来相信，相信你对阮无改变的疼，相信所有的代志背后拢有你上好的安排。主啊，阮厝内面有人身体欠安，有人住院在接受治疗，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你的安慰，你的医治，要甲阮每一个人，甲阮每一个厝内面的人同在，因为你一直的陪伴，阮袂感觉孤单。阮相信你要互软正的人得到瓦靠，你有医治的气力，人的性命在伫你。只要阮愿意顺服你的脚前，主会照你的慈爱来恩待阮，互阮得到头棒，得到医治。主啊，也求你，互阮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拢袂我们袂记你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。当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一来祈祷的时，你会赐落你真正平安伫阮的中间。这个平安会伫阮的成长，伫阮的家庭中间，会伫阮的教会中间，会伫阮的台湾，伫这个充满不安的世界，互阮会当充满盼望，做伙来面对逐项的压力甲挑战。这时，阮也要做伙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如地里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错的迄日子，就为阮发的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6篇，启应文第56篇，约翰福音第1章。创世以前就都甲上帝同在，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一切受造的各项，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，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遐个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
毋是对着约。都真侪人踮伫咱中间，阮有看见伊的荣耀，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这是三个因圣诗，圣诗142首，圣诗142首，记那日光所照的位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请坐，三个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来，互阮来竞选阮，来军队你。你的圣神一直在引带阮，你的圣神一直伫阮中间，带来平安，带来盼望。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更新阮的性命，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，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，提醒阮追求你的话语，当心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阮也是阮厝内面的人得到白疼的时，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带予阮教育安慰甲医治。
互阮的身体得到健康，阮的心灵得到平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当阮伫工课中拄到真侪挫折，真正灰心丧志的时，你甲阮讲，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仰望，也仰望无得到见效。你会听所赏赐阮的圣神，会来安慰阮的心。主啊，无论是你的话语，也是你所赐咯，阮所唱、所听的诗歌，阮要来重新看见家己的处境，重新来看家己的未来，来反省阮家己。也求你一直来提醒阮，无论是我家己、阮的家庭，也是教会，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的顶面。阮也恳求你，互阮会当伫基督中来监察阮家己。你也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大家重新看伫家己的不足，我会当明白阮的不完全。阮愿意伫你的面前重新来甲你立约，搁一摆献上阮家己，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。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三角来共读圣经，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到21节，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到第21节。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罪嘛随入来，结果所有的人拢会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犯罪。还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，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做罪。毋过对亚当到摩西迄段期间，死在支配全人类，连无犯着亚当所犯的过失的人嘛就死。亚当是要对面色要来迄位的预表，毋过亚当的过失甲上帝白白恩赐袂必离，因为若对一个人的罪过，众人拢着死。上帝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白白赐予众人的恩赐，已经搁较丰富。一个人所犯的罪，甲上帝白白恩赐袂必离。照审判，连一遍的过失嘛宣判有罪。毋过照白白恩赐，侪遍的过失嘛宣判无罪。若因为一个人的过失死，通过这个人支配人类，安尼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一定搁较大。所有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就是白白互上帝宣判无罪的人，会通过基督来支配家己的性命。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众人拢着定罪共款。因为一个人伊的行为，众人拢受判无罪来得着活。因为一个人悖逆，众人拢成做罪人共款。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成做义人。律法的制定，互罪过加添，毋过罪加添，上帝恩典搁较加添。安尼罪通过死来支配，上帝恩典是通过义来支配，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愿上帝话成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时，请上年的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的礼拜。你将有就群主，予伊洗清气。
弟兄姊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是10月第一主日，也是总会所定上年主日。今仔日也真多谢上年团契诗班带领咱锁定来礼拜。伫10月第一主日，也是普世的圣餐主日，所以咱今仔日也要甲主耶稣基督三个同齐祷。伫193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以前，为着追求谋好世界和平，免致到人类的灭亡的危机，所以当时伫美国的长老教会有一个牧师来提议，也后来得到其他教派的加入，所以伫1940年的时阵。就设定这个普世圣餐主日，也邀请世间所有的基督教会无分彼此，团结一致来认罪悔改，互这个要发生残酷的战争，会通得到上帝的这个怜悯。上师也鼓励普世的教会会通通过圣餐来展示出。普世教会合一的精神，所以普世圣餐主日是咱甲普世教会合作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行动，也诚心的祈祷，咱为着世界和平恳求，也恳求主怜悯世间人，会通改变人的心内停止暴力，会通促进主的疼、怜悯甲和平。搁较进一步，互咱学习耶稣基督牺牲的精神。所以，咱今仔日要甲主三个同齐祷，咱也要伫主的面头前来恳求主赦免咱的罪。当咱咧祈祷讲求你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时阵，毋是为着家己祈祷而已，嘛是为着其他人，为着世间上受苦的人祈祷。诚做正人的这个安慰，咱彼此无过是对敌，乃是朋友，会通过彰显公义，互怨恨转化，诚做饶赦。这款的精神，就是一个新的群体上帝国的精神。咱咧看罗马书的时阵，一直咧强调，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已经建立一个新的群体。这个新的群体，也是讲耶稣基督通过这个新的方法，上帝互咱伫基督内面，世间人会通甲上帝结合。这是一个启示启发，因为过去毋捌有诶，现在有诶，这是上帝国新团体的一个开始。要甲上帝结合这件代志，人敢有啥物好夸口诶？保罗讲无，
人伫这个代志顶头无啥物好夸口的。但是咱若要夸口，应该夸口啥物？伫顶礼拜咱读到圣经内面讲，咱爱欢欢喜喜，迄个原文就是夸口。欢欢喜喜啥物代志？分享上帝的荣耀。你若要夸口，就爱去夸口，分享上帝的荣耀。伫第5章11节迄个所在，会甲咱讲起，咱会通掠上帝做夸口，也是讲以上帝为乐。所以咱若要夸口，毋是夸口个人，乃是爱夸口上帝。所以你要夸口个人，也是夸口上帝，这是你爱做一个选择。若是你是真做上帝国新群体的一份子，你应该选的迄条路，毋是自夸，乃是要荣耀上帝。讲到要选啥物路，我6月的时阵，6月底的时阵去东京看阮囝。我伫迄东京的中间，要坐因的电车，哇！伫遐研究半晡，看拢无。因为东京的电车拢总有10几间公司在经营，伊的地铁啦、电车有84条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你要坐一个所在去，你就爱家己开始研究，我要接多一条线到多一条线。其中阁有迄个私人的铁路，因为阮是住朋友的厝，所以爱去坐私人的铁路到伫因遐，所以伫遐踅来踅去，好佳在你坐唔到车，阁落车阁踅，哦，坐到到就为止就好啊。但是人生毋是有法度安尼，人生的道路是无法度定来的，你选择行多一条路，这是咱爱去做一个决志的。今仔日所读到罗马书第5章12节到21节，保罗将亚当甲基督做一个对比，这个对比就是要互咱所读的人会通做一个决志决定，你要选择亚当的路，还是选择基督的路？两条路最后的结果拢无同款。这嘛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罗马书第5章后半段会描写、会论述这款的选择。亚当甲基督，这伫保罗的心目中是分别独立无同款的，但是最后会冲击咱人类性命的终局。保罗伫罗马书内面，伊并无对亚当是啥物人去解说，所以咱会通去明白，迄当时看到这张批的人的读者，因对亚当一定有一定的认捌程度，因为伫后期的犹太教，也是讲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犹太教，因迄当时将亚当当作是互人类恢复到坠落以前状态的预表。所以，因认为亚当是无罪，但是有一寡刺经，也是讲拉比的文献的中间，因咧讲起亚当甲夏娃坠落的故事，会讲起罪，就是对因的坠落来带出来，甚至有的人会将这个罪拢撒互夏娃。意思毋是亚当家己啦，是夏娃，无夏娃的这件代志就未发生。有一本迄当时的册叫做《摩西的启示录》，迄本册咧描写亚当离开世间的前几日，伊伫遐怪罪夏娃讲，连累伊接受死亡这个命运。伊讲夏娃，你伫阮的身躯顶做啥物款的代志？你所犯着的罪，愤怒临到伫阮，就是死，来管辖所有的种族，所有的呢，毋是讲干那伊，因为古早人对人这个概念，毋是个人的概念，因为每一个人出世以后，若无有家庭，若无有家族、种族，伊就无法度活落去，所以就用亚当来代表一个族群、一个
征作。伫第4世纪，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伊甲后来侪神学家根据这段经文发展出原罪论。原罪论实在是真恶的讨论，因为迄足侪人写过足侪论文。杨恩牧师咧带阮咧带领讲道研讨的时阵，嘛讲到这个部分。有当时咱会受这个原罪来影响。原罪是啥物？伫伊的论点的中间咧讲起，主要的结论，罪就是通过性的行为，也是讲有罪的行为，遗传到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所以是对人类对性这件代志，保持一种有罪的观念。这检采是奥古斯丁伊少年的时阵，伊真放纵伊的情路，所以伊甲人发生真多关系。所以检采伊后来信主了后，生命的忏悔改变，这是伊个人经历自我的探讨。伊命去看到人类行为的败坏，所以后来伊咧讲起对性，伊是真一个拒绝甲怨愤的，甚至到伫中世纪对性嘛将伊罪恶化，所以加深咱对原罪论这款的观点。对伫人想要来探讨罪到底是对倒来，将罪当作是性的行为，这毋是保罗伫遮所要论述的。因为保罗伫遮拢无讲到性这件代志。伫保罗的论述内面，伊认为人类会对了互罪恶来束缚。主要伊头前已经论述过啊，伊已经有一个结论。伫罗马书3章第9节，第3章后壁，伊安尼讲：我已经指证犹太人甲希腊人拢伫罪恶的下底。咱阁回顾前保罗会讲啥物？犹太人是抓律法最大最要紧，甚至骗上其他人讲，恁是无律法的民族，无律法的民族，意思讲恁无读册啦，恁无规矩啦。阮是上帝的选民，阮比恁较高等。但是罗马人、希腊人，因的文化内面，尊卑荣辱，什么人做主人，什么人荣光，这件代志都是因的社会阶级，因看重的是这个物件。保罗的论述的中间，拢讲到，恁自夸无效，因为恁嘛陷落伫罪的内面。因为世间人如何脱离迄个罪的关系？保罗伫3章24节安尼讲起。上帝白白恩典赏赐予咱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予咱甲上帝会通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是保罗伊的论述。但是咱阁想一个问题：敢真正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就会当予世间的人得到拯救吗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果效，敢有遐尼大？大甲会当拯救全人类？这个问题，保罗就是伫遮会讲起，伊引用亚当做例来说明。亚当犯罪了后，伊的罪是遍及所有人类，所以保罗会讲，基督的救赎，卖通类比。影响到伫全人类。现在咱就来看保罗伊所论述的。咱先来看12节，会讲起罪如何进入正人的内面。迄个关键，罪如何进入正人的内面，也是讲正人如何加入去罪恶的内面。过去有真侪人咧探讨，有几种的观念。第一种的观念咧讲起。每一个人本身就是安怎？就是亚当，那亲像亚当犯罪同款。亚当是一个根本啦。你看到亚当，伊就是安怎？咱甲伊同款，咱每一个人就是亚当。第二，
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因为希腊文亚当就是人的意思，也代表全人类。所以第二种解说就是讲，亚当就是咱，亚当是所有的全人类。第三就是罪的倾向，人甲亚当同款，拢有倾向罪的本性。第四项，人类是一体，那像我头前所讲的。古早人对人毋是个人的概念，因为你出世了后，若无有家庭的养饲，你活袂落去。所以人是无法度家己生存，所以爱有群体，所以你爱有家族，爱做阵团结，才会通活落去。所以用亚当来代表一个族群，人类的族群。第五就是原罪。后果书顶认为是疑团，毋是模仿的。保罗虽讲无讲到罪的疑团，但是咱嘛看到，无论对社会学、生物学等等，人甲社会有某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。但是无论头前所讲的多一种的观点，咱若转来到伫保罗所讲的。保罗伫3章23节会讲，人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荣耀。你也看12节，第5章12节下半段安怎讲？人人拢犯罪，人人拢犯罪。伫3章到伫第5章，不断的出现。伊摊拄啊，伫这个第3章的时阵讲，咱若要夸口，就是安怎爱。分享上帝荣耀，就要夸口上帝荣耀，毋是夸口家己偌高的荣耀。罪是啥物？罪讲起来，就是无将荣耀归予上帝。伊要展示自我、中心、自大、自义、自私。罪恶是全体人类的问题，毋单单是个人的问题，是整个族群的问题。其实保罗伫这段经文的中间，用到3个希腊文的“罪”这个字，无同款的“罪”的字，会讲起罪如何带来死亡。这咱伫最后结论的时阵，再来讲。煞接咱来看13节到17节这段经文，会描写亚当甲基督为什么无共。保罗惊讲，迄当时罗马的教会兄弟姊妹。会误会将亚当甲基督看做同款，因为迄当时后期的犹太教已经高升亚当这款的论点，兼且会影响大家认为基督甲亚当是平等的，所以保罗伫遮一解说，先解说亚当甲基督是无共的。安怎无共？第一个无共，亚当犯罪，违背上帝。原本伫爱甸乐园，伫遐无犯罪，就无有死亡。但是伊犯罪，就是会必然会死。这是第一项无共款的所在。第二项，摩西律法颁布以前，无有律法，所以无法可管。无有律法的标准会通审判、审罚，但是第三项会讲起，虽讲起头无法可管，但是无法无代表无罪。第四，亚当毋单单是个人，也代表是一个人类的群体，无服从上帝，无掠上帝最中心的群体，最后一定安怎？会死。伫14节后半段，才会讲起亚当是预表要来的迄一位，虽然是预表，但是预表嘛是同款无共啦。基督甲亚当是无共的，所以煞只15节到17节，伊进一步会解说亚当甲基督有啥物款的无共。亚当甲基督对世间人影响的性质完全无同款。亚当是将人带入去罪恶的内面，
基督是将人带入去恩典的内面，而且上帝恩典，现代中文译本讲啊，更为浩大，更较大，大过什么？大过罪恶。谈到也讲起罪恶是群体的，已经超越是个人的。这我时常会解说，用无限来解说。解说上帝伫基督内面对人类，咱讲浩瀚的救恩，无限的救恩。上帝家己的囝耶稣基督就是伊本身，伊为着咱付上罪的代价。我时常会讲，如果一条命换一条命，安尼咱就自身难保啊，咱无法度替人来救赎别人的性命。但是耶稣基督甲咱无同款，伊毋是一般平凡的人，伊是上帝的临在，上帝降生伫这个世间，所以是无限的上帝，真做人，真做一个有限的人，无限的上帝来救赎有限的人，所以无限这个概念，就是伫遮讲的浩大，无限。减掉60亿的灵魂，搁剩偌济？迄个生命有缘是无限的，所以只有上帝这个无限的上帝，才会当救赎所有世间有限的人。上帝会通救我，也会通救咱在座的每一位信靠伊的人。今仔日，咱要甲主同齐到邀一位兄弟要来领受洗礼。嘛有一位姊妹要信仰个别进入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咱做阵伫上帝的殿院内面，其实要领受的是迄个无限的生命所带来的恩典。伊的恩典是浩大的，是大的，是无限的，会通救赎咱所有的人的罪过。所以这个观念，咱一定爱有。人无法度救人，只有这位上帝无限的上帝会通来救赎世间所有的人，也只有上帝会通为着人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彻底来解决罪的问题。咱来看17节，17节这段经文，会讲起那因为一个人的过失。是通过这个人支配人类，支配这个字，和合本翻译做啥？做王啦。咱要互什么来做王？互什么来支配？这个支配这个字，就是咱时常爱讲的上帝国这个字的概念，上帝掌权、上帝支配的意思。所以第17节咧，甲咱提醒，咱到底是要互什么来支配？要互亚当来支配，还是要互基督来支配？比较亚当违背上帝的话，伫爱甸乐园无顺探上帝旨意，互个人行毁灭。基督咧，基督顺探上帝旨意。伊伫克西马尼园内面有迄款的挣扎，伊伫遐讲：爸啊，你凡事拢会，求你将这个苦杯煞去，但是毋是照我的旨意，是照着你的旨意。所以爱甸乐园是一个失败的所在，克西马尼园是基督得胜的所在。爱甸乐园是一个无顺服上帝旨意的所在，克西马尼园是一个顺服上帝的所在。保罗伊其实要来做这款的对比，互咱明白亚当甲基督为什么无同。这个无同，伊会问咱，最后咱要选择行哪一条路？亚当的路，还是基督的路？煞者，咱来看18节到21节。18节一开始一句话，安尼甲咱讲，伫遮会讲起，因为一个人，伫迄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这样，
英语 therefore， 意思讲最后的结论。伊的结论就是讲，亚当甲基督已经是两个无同款群体的代表。亚当是一个旧的群体的头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伫爱甸乐园坠落，带领人行往罪恶的路。基督咧，伫克西马尼园是一个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已经是一个形成一个新的群体，上帝国的群体，要带领人行往恩典的路。19节咧讲起，正人成做义人，原来意思讲，互伊成做义，也是讲宣告伊做义。义这个用词是法定上的用词，要宣判一个人无罪，讲这个人真正是义人。所以上帝伫遮宣判，你伫基督内面的人，拢宣判做无罪，因为基督已经用伊的性命为你的性命付出迄个性命的代价。你若愿意相信，你就加入这个义的群体，加入上帝国的群体。因为上帝权柄，伊的宣判，上帝话语带有权柄。咱若刻薄上帝话语，刻薄基督踮伫咱的内面，咱的生命会渐渐改变。上帝话是洗清咱的溃烂，那亲像约翰福音15章第3节，耶稣对门徒所讲的：“我对恁所讲的信息，已经互恁清气啊。”所以，人要安怎清气咱灵魂的性命，是爱通过上帝话语来得到清气。咱做基督徒，咱爱看上帝话语，看圣经。你愈爱你的性命，就愈来愈会通得到清气的溃烂。因为圣神伫迄个内面要做工，上帝话语是带有能力。除了宣判咱做无罪，阁要互咱得到清气，阁要养饲咱的灵魂。那亲像以赛亚先知伫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11节所讲的，讲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阁倒转，润泽土地，互五谷半圆大长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人有美牛。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安尼，我的话绝对会实现，袂落空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这是先知以赛亚的讲起，上帝话所带来迄款的权柄，是大有气力的，是要来改变咱的生命。伫基督救赎的内面，上帝算咱做义，宣布咱做义。伊甚至呼召咱参与伫基督国外的生命。咱若参与伫国外的生命，咱也要活伫永远活的内面。这段经文要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反省？我一开始咧讲起。保罗伫遮有讲到3个罪无同款的希腊文，这个真趣味。伊要互咱知影罪，知影罪了后要做啥物？要安怎将荣光来归予上帝，掠上帝做中心？保罗用3个希腊文的罪的用词，伊太要较尔搞工。咱中文才那罪一字就解决啦，伊太要用3个。无同款的词，其这3个词对迄当时的读者来讲，因会通真有深的感受。这3个词拄拄是包含所有的罪。第一个希腊文 hamartia， 这个字就是安怎？射箭无射着，迄个靶心无射着。就那亲像上帝是咱生命的靶心，咱的目标。但是当人无掠上帝做中心，也是讲
无写着上帝要求迄个百姓的时阵，无符合上帝义的标准，这是这个哈马拉提亚这个义所代表的。讲较简单呢，还若是画一个红心标靶，你写无够，这个叫哈马拉提亚。第二个帕拉巴西，这个就是安怎写过头，迄个靶心伫遮写过头去，超过那一个靶。这就哪像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，因将上帝原本的律法定的范围是安尼，应该扩大，甚至安怎要求人爱超越上帝所定的，迄个超越上帝所定的，超过迄个目标，迄是你家己加啦，迄款的嘛是安怎，嘛是罪啦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批判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？因定一堆律法，结果家己无要当，这嘛是罪。另外一种的第三种的罪，帕拉托嘛，这个字就是偏离目标。其实讲这个偏离目标，讲较直接的，就是安怎？没有靶心啦。人家靶心在前面，我就偏偏往旁边，这又杵去边啊。帕拉托嘛，这个意思就是误入歧途，完全偏离目标，无喺对目标的啦。头前两种各有喺对目标，第一种对目标，但是我写钱写无够；第二种有对目标，但是我写过头，这拢是罪。这是因迄当时对罪的观念。啊，第三种是安怎？我连射靶的靶我都自我安怎？我家己画一个，我家己写我家己的。大家人想要家己做神，迄就是这款型的。所以保罗用三种无同款的希腊文，来描写罪，已经将所有的罪拢包括在内啊。所以所有的人，无一个人会通讲伊是完全的。安尼，伫罪的内面，咱拢无法度脱离。安尼知影做了后，咱要安怎做？保罗伫头前第5章的时阵咧讲起，你若要夸口，就是夸口上帝的荣耀。咱会通得救，毋是我有偌高，毋是我有啥物款的地位，毋是我遵守啥物款的律法，所以我会通称伊，毋是。今仔日你会当称做基督徒，毋是你有偌高。是因为出自上帝那个无限的恩典、浩大的恩典。人有没有可能有浩大的恩典去救人？一个人救一个人的灵魂，敢有可能无啦？人的灵魂都欠救啊，搁要安怎如何救人？只有那个无限的上帝，无限减掉60亿、100亿，也永远是无限。只有那个无限的上帝会通救人。安尼咱会通夸口啥物？无通夸口，若要夸口，就是将荣耀归予上帝，掠上帝最中心。我们生命的靶心就是上帝。丢了教会一开始的时阵，伫苏格兰、伫英国，迄当时有制定有一本卫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，会教导迄当时的信徒，迄个问答就是啦，问一个问题，回答一个问题。小要理问答第一条的问题是啥物？人生上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人生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你敢有想过人生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有的人会想讲，我要安怎得到福禄寿，对不对？会通得到什么款的福气？会通长岁寿，会通有钱。但是有人有钱，多钱，但是互你长岁寿，倒伫病床，你敢袂？人生的中间，咱的目的是啥物？人生的靶是什么？目标是什么？小要理问答安尼讲。人主要的目的就是
荣耀上帝，永远掠伊做快乐。这个荣耀上帝，永远以他为乐。这其实就是咱咧看第5章11节所讲的，掠上帝做欢喜。原文是讲掠上帝做夸口。耶稣伊的祈祷，伫约翰福音17章第4节安尼讲：我已经伫地面上荣耀你，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使命。咱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受托付的使命，咱来完成这个上帝所托付的，来归荣光上帝。这就是咱的目标。一切的罪，伊的根源就是无归荣光给上帝。你甲想看觅？万物宣布，诸天宣布上帝荣耀，这是诗篇19篇第1章。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意思是受造的物，若要完成伊受造的目标，就是爱将荣耀归给上帝。鸟伫天顶，瞓鸟伫天顶咧飞，唱歌、作秀，伊伫遐来荣光上帝。连蝴蝶嘛荣光上帝，因为伊会当传播花粉。上帝予伊自然的律，伊照迄个律去行，荣光上帝。这个天运作，袂去烧弄，这嘛是这个天的宣布上帝荣耀。伫古早有一个教父叫做艾任纽，伊捌讲起，一个充满生机的人，就是上帝的荣耀。充满生机。意思伊会通知影，伊要安怎来做，对人有利益，充满生机，互人拄到的是充满生命的快乐，来荣耀上帝。安尼，咱问看觅，咱要如何荣耀上帝？其实耶稣的教导真清楚，你要如何荣耀上帝，就是伫新的诫命。耶稣教咱爱通过听上帝。甲听厝边来荣耀上帝。当咱的敬拜上帝，咱就是一种荣耀上帝。咱今仔日坐伫遮一敬拜上帝，这就是听上帝的展现。通过学老，通过诗歌，通过甚至早期的献祭，保罗甲咱讲，爱将家己当作活祭献予上帝，会通得到伊的欢喜。这是罗马书12章第1节所讲的。所以，咱通过咱的礼拜，通过咱对上帝的听，通过遵守伊的旨意来荣耀上帝。甚至，咱嘛爱通过对人的听来荣耀上帝。你要安怎去听人？做你会通做的，听伫你四周围需要的人。为着因来祈祷，这嘛是一种听荣耀上帝的代志。对人的扶持帮赞，这拢是听上帝、听人的展现。这就是荣耀上帝。荣耀上帝无困难，做你会通做的，来对人有利益；做你会通做的，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。你有啥物款的恩赐，你就通过啥物款的恩赐来服侍上帝。时间是一种恩赐，金钱是一种恩赐，材料是一种恩赐。你会当通过上帝给你的恩赐来利益人，安尼你就是咧回应上帝。爱记得，你今仔日已经加入一个新的群体。是一个上帝国的群体，上帝国的群体对耶稣基督教打将近2000年。这个群体继续的呼召咱，呼召新的人来加入。
第二项要紧的教导是要让咱知影，咱参与基督的运动，要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。耶稣基督伊的救赎，坦若讲起浩瀚的恩典，迄个无限的恩典来救赎咱所有的人。历代所有伫基督内面死的人，也是咱现在活伫伫基督内面的人。甚至是将来要加入基督内面的人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基督的运动一直在呼召咱。咱伫咱的时代，咱有结束的一日，但是咱会当转去到伫上帝遐，上帝咱的主会甲咱讲好搁尽忠的罗卜，因为咱已经完成伫世间应该爱做的。你伫世间，你爱做啥物？对人的疼，疼对大来，先做伫你的家庭的中间，先做伫你四周围的人的中间，互公义会通亲像大水直直流。这就哪亲像17节咧讲起支配，咱拄仔讲的上帝国的概念。上帝国就是上帝掌权、上帝支配的意思。其实保罗就是要挑战咱。你接受多一种的支配，你接受多一种的统治，你是过去活伫亚当罪恶的支配的内面，也是你要顺服上帝话的支配。你要活伫迄个失败爱电路园内面，也是要活伫基督，互咱看到的克西马尼园的顺服内面。旧的时代。是一种惊往死亡的时代，是死亡掌权、罪恶掌权。新的时代是对耶稣基督开始，是生命的时代，是咱的生命会当靠着恩典来甲上帝相连接。其实咱的时代内面，咱拢在做选择，敢毋是？今仔日咱咧面对一体的专制。专制、自由、人权的无同款的世界，也是讲群体，到底哪一个是下伫上帝较惊往基督的精神呢？咱今仔日住伫台湾，咱明年嘛要选举，你要选的是啥物？是一个独裁专制，还是要行往有民主自由的选择？今仔日咱看到对古早到现今，对基督甲亚当的两条路，今仔日嘛是会影响咱。到底咱要选择的是行哪一条路？是要掠基督做咱的主，伊支配咱，还是咱要进入一个人掠人最中心来支配人的世界？罪甲死亡上顶是专制甲绝望，义甲活命上顶是一种互人会通得到自由。所以咱爱做一个选择，每一个时代拢是做一个选择。伫咱的信仰上嘛是安尼，也毋望咱选择参与伫基督运动的内面，咱就为这个运动的中间来祈祷，期待会通促进上帝国伫咱的时代中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恩典，互阮通过你的话语。保罗也挑战阮，到底阮要行哪一条路？亚当的路，也是基督的路？愿圣神帮助阮，互阮受到无限恩典救赎的人，加入新的群体，加入上帝国的群体。阮也意爱掠基督做阮的头，互阮活伫
充满自由、充满疼的国度内面。阮伫你面前，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请大家做伙起立，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主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圣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时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。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咱要来举行洗礼，要来请志阳来到伫头前。咱得到帮山是我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，还未上天的大圣有讲。天顶地下权已经拢予我，所以恁着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假是因手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你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洗礼，要互恁的罪得到赦免。搁要领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的人，就是既那主上帝所呼召的。当亲像迄时，彼得叫人反悔，信靠耶稣基督，搁领受洗礼。这样，我即时阵也要对你讲，你着深信，你若真是反悔，告别你的信仰。搁伫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要真侪你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记，搁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当你要领受洗礼，你着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。第一，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？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，也无。你有诚实悔改、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。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来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做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安尼行，也无。这时来进行洗礼。牧师讲阿免，也请咱众兄弟做阵来讲阿免。何志阳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宣告会众请起立。志阳会当面对头前，面对十字架。有这样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领受洗礼。我靠教会头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南小会官兵，接纳你做陪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的恩典。会众请坐。咱转过来，咱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
来请黄道长老来呈上圣经给伊。来，咱也拍谱啊，来欢迎接人。志阳伊来到伫教会已经一冬外吼，嘛伫春晖长老的只要真理班伫遐认真的这个学习，伊保拢是较掂吼。所以今仔日说咧，诚做咱教会一份子。即时也有一位姊妹梅芳伊要这个信用个别来加入咱的教会，也请梅芳来头前。梅芳，请你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，因为你早前已经伫这个赞美超福音中心来领受洗礼，今仔日要进入加入这南教会，所以你爱伫上帝甲正来面头前来告别你的信仰，请应答我所问的问题。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互你的罪得到赦免也无？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，你有决意安尼行也无？会众请起立宣告。当黄明芳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。我靠教会头，也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南小会官兵，接纳你成做这南教会白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的恩典，会众请坐。咱来请小会员握手来接纳。来请回座。梅芳伫咱教会已经几6冬吼，因为有当时伊拢爱休困治疗吼，所以请咱也为着伊来祈祷。即时咱来吟圣诗，做来吟圣诗361首，圣诗361首。求圣神感动咱谦卑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
坐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，三个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今仔着磨担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即时要按照伊的款式，咱三个来感谢。主，阮的上帝，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，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。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者的对日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。也通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愿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的长老来到你台前。
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坏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坏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。咱三个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咧旁杯，最后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感谢上帝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对伫你极大无限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。遥远在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继续用慈悲帮助阮，
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以后会通阁荣光你的名。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下面是公道的时间，请大家为着以下的3项事项做伙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10月10号日中级改选的会员互会召开来祈祷。第二，为着明年2024年的年度的组织甲事工的计划会展开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圣神催逼人仰望上帝国的领导来祈祷，请大家做伙坐下来祈祷。这是请蔡仁杰执事来做结束的祈祷。永活的上主，你设立教会，并且托付阮伫遮实践使命，求你按照你的丰盛慈爱，引带带领，互阮伫10月15号会员好会以及中级改选顺遂平安，选出合主心意的人选，赐予阮智慧甲能力来规划明年的组织甲事工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你捌教示阮，当圣神临在、上帝掌权的时，上帝国就显明伫阮的中间。愿阮大家顺服，有合一的心志，服侍阮的厝边，见证你的福音。主啊，天地亲像衣服渐渐旧，愿圣神催逼众人，互因靠无上帝国领导，悔改顺探福音，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伫永远的活命，愿主你的旨意成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，奉的时阵我来做报告，请大家嘛掀开手机来看报告的事项。第一，今仔日10月11号是世界圣餐的纪念主日，咱举行第6届的圣礼典，请大家来做伙来领受这圣餐。第二就是教会定伫10月15号要举行2023年的中级改选的会员互会，主要有2条议案。第一案是长老的选举案，原任的长老王守贞陈志定期届满要选2名。请候选的资格请家己来看。第二就是执事的选举案，原任的执事林思祥、张乃军、周家军临时届满要选5名。小会推荐的候选人选是王雅玲、庄宏毅、陈子恩、陈怡轩、谢梦如甲阙家伟。另外就是教会已经有检核捐款的平台的上线，咱来看这个所在有这个 QR code 会当来看。第六就是第四是2024年首长的改选团契诗班敬拜团，请伫10月21号进前来完成改选，甲结果通知小会议长黄牧师来互小会来办理接纳甲任命。第五就是全教会一日游，伫10月21号要伫大阪跟森林游乐区、甲莺歌、甲美术馆来举行。咱伫9月17号开始来报名，咱来请大家来踊跃来报名。第一场礼拜是请倪博轩甲张嘉玲来报名。另外就是教会，若是请大家来行动无方便，也是长辈请会当利用教会边的这门，就是来
会倒手边即个门，会有无障道下坡道来进出教会。第七就是圣经学校伫今仔日后礼拜到后礼拜就是1号、8号甲4号拢停课，请大家注意。另外，11月26号有专教会演讲，团契消息请家己来看。具体消息，本教会的丹黄宝年罗布斯马9月15号伫淡水的马街病院安享主怀女婿101年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伊连火化的礼拜10月7号拜六下晡2点伫第2殡仪馆志美2厅。另外，就是个别礼拜伫10月8号下晡1点半，伫智人教会礼拜堂来举行。另外，教界消息请家己看。即马请大家做伙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这时请黄牧师来报告甲请安。伫遮来介绍一位对美国回来的咱的兄弟吼，纯会长老的姐姐徐玉儿，请起立，互咱来欢迎。吼，伫遐排队美国回来，欢迎。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赐予咱众大家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是煞，请黄牧师来祝祷，请大家做伙来唱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，用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
请坐灭岛闭会，有需要带到的兄弟带到雨伞骹，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茶饼会来交易。